学会接受失去，也学会在思念中找回平静。音乐在此刻替我们轻轻诉说心意，愿离开的亲爱家人安息无忧，也愿我们每一位在场的人带着爱与感恩继续前行。生命终有尽头，但所有的捐赠者在生命将近未尽之际，把痛苦化为新生的颂歌。这份无私的大爱，犹如不息的光源，照耀人寰，让无数学子瞻仰他们，感念他们舍身奉献的精神与无言的教诲。音乐会的第二段演出由长庚大学弦乐社进行演奏，为我们带来2首极具灵性的作品。第一首乐曲是巴赫著名的 Air on the G String G 弦上的咏叹调，缓缓流动的乐曲线条，像是温柔的手环抱着每一位听者的心灵。它的旋律平静而温暖，没有张扬的情绪，却在反复堆叠之中，慢慢展现出深沉而悠长的情感。第二首乐曲是卡农。卡农是指一种让旋律彼此追随、相互呼应的音乐形式。在这首作品中，低声部的和声持续而稳定的前行，而上方的旋律则一层一层加入，彼此交织，如同时间缓缓流动，也像一段段思念在心中悄悄延续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这首乐曲常在生命中重要的时刻被演奏。愿这份恬静而优美的乐曲能化作我们最深切的祝福，伴随左右。让我们一同欣赏弦乐社带来的演奏。
感谢弦乐社带来的精彩演奏。在生命的旅程中，每个人都曾面对离别与思念。